主席，本人係支持林議員提出嘅議案，或者我講前瞻少少。其實我哋可以用 AI 去強化公務員嘅治理效能咧，我相信冇人會否認㗎啦。本人早前咧亦都曾經提出過 AIR， 即係 AI Ready 呢個概念。核心問題其實好簡單，喺人工智能加速發展嘅底下咧，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點樣去用 AI 去改善工作、改善我哋嘅管理，做出更加好嘅判斷？同樣嘅道理，如果由治理嘅效能嘅角度去審視翻政府治理係咪已經具備好 AI Ready 嘅條件呢？我認為 AI Ready 唔係淨係技術上準備好，更加重要嘅係思維上我哋已經準備好。技術準備好，只要有工具、有系統、有平台就得啦。但係所謂思維準備好呢，其實就係整個政府嘅團隊咧都必須要明白，人工智能唔係就係提升效率、加快處理嘅工具，而係要直接影響公眾嘅觀感，以至政府公信力嘅治理工具。喺研究針對319名嘅知識型工作者同埋936名生成式 AI 使用嘅個案入邊作出嘅分析，結果發現 AI 雖然能夠提升效率，但係同時間亦都可以令到使用者減少咗佢哋批判性嘅檢視。換言之，越信任或者依賴 AI 咧，投入喺批判思維嘅程度咧就可能越低啦。呢一點咧正好講明咗點解近期可能懲教署會有啲 AI 嘅製作宣傳短片會引起社會嘅爭議。公務員使用 AI 咧，絕對唔能夠只係求一個快字嘅，更加重要嘅係判斷唔可以外判，把關更加唔可以交俾機器。因此，要真正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咧，重點就不在於增加咗幾多嘅數碼項目，而係真係建立咗一支懂得 AI Ready 嘅公務員團隊。呢一支隊伍需要嘅係唔單止技能咁簡單，而係要將呢個技能、流程、治理有效咁銜接起嚟嘅綜合能力。同時間咧，政府亦都必須去清晰建立咗一個 AI 嘅應用守則，加強培訓教育，全面去提升翻公務員嘅數字素養、風險辨測同埋一個倫理判斷嘅能力。政府近年咧推動好多唔同嘅人工智能培訓，呢啲人才嘅培訓措施咧方向係值得支持嘅。但係如果要真正提升呢個治理效能咧，相關嘅培訓一定要緊扣翻實質嘅工作場景，涵蓋翻風險嘅辨識、私隱保障同埋倫理嘅判斷。如果唔係，工具越普及，誤用嘅風險反而係越高嘅。以新加坡為例，當地咧佢哋推動個公務員使用 AI， 唔係淨係話應用個工具，亦都仲有嘅係 AI literacy 嘅一個培訓，協助公務員咧真係去理解翻 AI 嘅潛力啦、限制同埋點樣可以負責任咁去使用呢個 AI。正講明咗真正有效嘅培訓咧，唔係就係教人點樣去用呢個技術，而係教人哋點樣用、如何用、用到邊度為止。與此同時咧，政府亦都應該咧係建立一個清晰嘅 AI 應用守則，等各個政策部門可以知道邊啲場景係適合去使用嘅，邊啲情況咧係需要額外嘅審慎處理，同埋邊啲內容係需要人手去複核，以及點樣去處理問責、記錄保存同埋成效嘅檢視。深圳咧亦都就住呢個政務嘅輔助智能嘅機械人嘅應用咧，訂立咗一個管理嘅辦法，明確咗 AI 只係屬於輔助嘅輔助嘅角色，而唔可以獨立嘅決策嘅。而且佢哋建立咗一個責任培訓監察嘅機制，呢個亦都反映咗一個基本嘅原則，就係科技係可以去輔助行政流程，但係唔可以取替一個行政嘅判斷。系統可以提供協助，但係唔可以代替問責。尤其喺涉及公共形象、社會敏感嘅議題入邊咧，政策信息嘅一個傳遞同埋對外嘅宣傳場景係應該堅持人機協同，而唔能夠以機代人。主席，真正 AI Ready 咧，唔止係有工具有平台咁簡單，我哋要建立嘅係一支依賴 AI 嘅團隊，唔係依賴 AI 嘅團隊啊，而係一支具備數字素養、懂得判斷、勇於承擔責任嘅公務員團隊。因為喺公共治理之中咧，工具可以更新，平台可以升級，但係責任不能外判，判斷都不能讓位。呢個就係我所認為真正意義上嘅 AI Ready。我哋唔單止要 AI technically ready， 仲要係 mindset AI ready 嘅。多謝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